上新较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2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已经连续3天拢无本土病例，昨昏有一个死亡的个案，甲9个大病入境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疫情转好啊，所以对这礼拜开始，部分的场所防疫措施会使放凉，亲像台铁、高铁入站了后有保持社交距离，就当食物件。另外，10月初5了后，一寡娱乐场所，亲像是 KTV、MTV、电动间，嘛会使做生意啊。要搁前提是要有6成的员工拢做过头一档预防射。国内新冠疫情稳定，本土连续3天加零。不过指挥中心表示，有9个境外移入个案来自缅甸甲印尼。另外，伫确诊个案当中增加1个死亡。目前国内新冠疫苗人口注射率有52.35%，加上本土疫情转好，指挥中心也宣布，这礼拜开始放凉部分场所防疫管制措施。台铁、高铁车站付费区应维持适当社交距离，应食物件。游览车以特定座位数无限制乘载上限。另外，基本表演展览、体育活动赛事，除了遵守实验制、防体温、挂喙安、禁止食物件以外，放凉场所内底人数无受到室内80人、室外300人上限的限制。站里面本来就不能吃了嘛，好，那车厢里面目前还没有开放。那当然，在维持要排队时，及室内外要适当的社交距离。那可以现场售票，不受预约制。10月初5开始，有条件开放电子游戏场、资讯休闲场所 KTV、MTV、导游、麻将休闲馆等。要求室内娱乐场所爱用有浴制、实验制、防体温、专停挂喙安、人流控管，加强通风换气，免陪伴服务行为。人员应该6成以上爱注至少1支疫苗，满14天，落实健康管理。为了要让消费者更有信心，所以我们进来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防疫门。那防疫门的话，就类似，就是进场的时候会一个酒精消毒跟喷雾。针对麻将馆爱用假棒，美如何拍是一个问题。指挥中心表示，离放凉也过1礼拜会继续讨论。政策要放宽，总是要能够做才行哈。那我也请麻烦经济部再跟相关的这些行业的代表稍微再讨论一下。里面活动中心的卡拉 OK 基本上甲开放的 KTV 同款，指挥中心会先甲地方沟通，那管理单位应落实防疫，会比较 KTV。另外，婚宴会馆若室内空间较细，免超过80人；空间较大，应依照每人2.25平方公尺来算，同款爱管制人数。记者综合报道。那头一批有打咱台湾漂头 BNT 预防射是按算伫这礼拜会送到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当伫面册表示，这届大约有140万张 BNT 预防射会送来，会分做3批。这礼拜是会先送55万张。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批预防射会提供予民众做头一档。由鸿海永联基金会台积电甲资助共同管的1500万剂 BNT 疫苗，第一批已经伫9月初2送到台湾，有93.3万剂。头一批已经生产完差不多140万剂，会分做3批送到位。有一些航班安排呢，以及这个欧洲仓库出货繁忙的缘故，所以预计延迟1周，也就是在30号会运抵首批大约55万剂。那总数现在在欧洲呢，大概有140万剂的疫苗。预计要运到台湾。郭台铭表示，专工做的漂头 BNT 原定中秋节后出货，不过原使用的卢森堡航空无位，也甲原厂仓库发货正无用，致使到手续延误。经过协调了后，目前比原定先停办1礼拜。若是头一批疫苗安怎运用？指挥中心是讲，会先以做完第一期做目标。那这一批疫苗呢，当然会扩大给更多人打但是确定的计划还是等疫苗到了以后，我们再来做安排。然后第三个，这一批疫苗会不会拿来当相关的混打？那不会我们再写第一剂的人来试打。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调整 AZ 疫苗注第2期政策，原本由各县市注册安排优先注52岁以上的对象，不过因为有地方政府反映注册困难，所以调整做即马开始一直到9月29中昼12点，开放64岁至50岁去疫苗平台意愿登记，差不多有93万人完成意愿登记了后，这礼拜内应该就会当开放预约注射，可能会当伫双10年假前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花莲的沙坡东溪，顶礼拜才发生3个查甫人因为溪水涨流掉伫内底。昨昏是又搁发生有4个民众烧酒去撩溪，结果有1个查甫人跋倒受伤，骹脚崴着骨折。警消是出动20个救援人员去救，加载顺利将伤者送病院治疗。伫花莲秀林乡的沙坡东溪，水正清，风景正水。严格爱注意下底有一寡暗流。伫中秋连假才发生3个查甫人因为溪水涨起来掉伫咧山内的代志。27又发生4位民众烧酒去撩溪，结果伫咧南溪摔着伤，骹骨断去，等人救。有民众在南溪这个地方那个溪边有摔伤，他详细的地点因为身处在山径里面，徒步车辆停放处之后大约需要25到30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之后，发觉这一名民众他的脚有骨折外观严重的变形。警消出动20位人力上山，因为地形较复杂，而且这个查甫人的骹骨唔但是断去，还阁规个变形。救援人员家放伫咧担架顶头，有人时啊撩水，有人时啊行山路，尾仔才甲伊平安送落山。虽然有落雨，也毋过好佳在雨无大，溪水无涨起来。当地民众讲，南溪是水源头，袂使生水。是来这边玩水，所以我不让他进去，他还跟我们借喷灯。我说我进去不能烤肉哦，他们就皮皮的机车。可是这边是可以进去的啊，它里面有分南区跟北区，南区不能进去，了解。自来水的外面在喝的啊。自来水公司伫咧遮有装铁门，人救出来了，铁门阁关起来。警方即马伫咧调查，因是安怎入去的，抑阁是毋是有违规。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有减少，各地天气小热。过到了后，爱细日西北风，咱看温度。今日各地好天到侪云，过到了后，家己以南各地山区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风。因为是透东北风，所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嘛有低接风。今日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高温小热。若曝光影风台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拜五之前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是拢爱细日大风影。拜五开始水气会较高，风嘛较透。伫遮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阁会开始落低渐阵雨。来关心西班牙的拉帕马火山，从19火山爆发以来，已经毁掉500多栋建筑物，也阁有6000多人即马有路无厝。火山伫昨昏有点几若点钟了后，即马是又阁喷发。专家是警告讲，要预测讲当时的喷刷也阁伤早。若稀粒的克里跌倒，27是发生规模5.7的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个人死亡。看这台停掉的车，又甲强要变过，修理厂的员工甲人客拢走到厝外面。希腊第一大岛克里特岛，当地时间27早起9点外发生规模5.8的地震，真侪间厝损害。修复伊拉克里欧南边30公里的一间教堂，厝顶正伫咧整修，规个崩落，有一位工人不幸死亡。Πήραμε όλα τα μπάζα που είχαν πέσει περιμετρικά γύρω από την εκκλησία, αδειάζαμε τα μπάζα σιγά σιγά περιμετρικά. Απομακρύναμε όλα τα μπάζα που ήταν στο δάπεδο της εκκλησίας και φτάσαμε στο άψυχο σώμα του εργάτη. 雅典地球动力学研究所讲，地震的震央伫咧希腊首都雅典东南边245公里的所在，深度10公里。希腊政府讲，目前无人被逮掉，也毋过有20几人受伤，已经派更加侪人力去当地斗相共。西班牙拉帕马岛火山伫咧平静几落点钟了，阁喷出熔岩。自19火山爆发以来，已经有500多栋厝被逮掉的，也阁有6000多人无厝通转。27火山有小可平静几落点钟，也毋过科学家讲，火山有可能阁再喷发。Bueno, es normal que las erupciones se tomen un descanso, porque el sistema no se mantiene eternamente en la misma situación, con lo cual es habitual que fluctúen, que varíen un poco, y ahora estamos asistiendo a una etapa de tranquilidad. Esto no significa que la erupción haya terminado, ni mucho menos, sino que debemos seguir observando y seguir viendo lo que sucede en esta erupción de La Palma.
科学家讲，火山以南抑阁有探测到地动，所以技术上来讲，火山有还伫咧喷发。当局也建议民众尽量踮伫咧厝内，较袂去吸到摄氏1000外度的火山熔岩，去拄到20度的海水时阵所放出来有毒的气体。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加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有细厝的民众向台北市政府申请租金补贴，已经申请2档啊。同款的经济条件所向互驳回，各方讨进前的补助爱行10万块。有议员是发现讲，台北市政府当年拢有核准了后，搁共讨的案例超过400件，是质疑讲进前的审查敢目睭刻刻心假的。都发局是表示讲，因会检讨，卖甲中央甲审查资料系统直接好势，摕上新的资料来审查资格。来看自由时报，电子烟、加热烟一寡新型的烟品出现，卫福部是伫去年5月份提案要修法，10月份的时就要送行政院审查。卫福部即马管制方向是禁止电子烟、来严管加热烟，也毋过互行政院要求讲，爱卫福部写较斟酌咧，希望互这个修法会当搁较周至。来看联合报，今日是教师节，实际上即摆老师歹做，甚至搁互家长霸凌。有学者是表示讲，最近这几天接看到家长要求老师爱管教，搁无满意老师管教的方式，造成双方的关系真紧张。学者是建议双方咧互相参详的时，一定要会记得解决囡仔问题，才是第一要紧。咱过来即摆疫情稳定啊，加上进行5倍券特别起价啊。有学者是认为讲，今年进行5倍券金额变济，效果应该会比去年的3倍券更较好。上紧伫今年的第4季到明年的第1季，应该当看到效果。5倍券有希望带动家庭内需经济。戴庆熙表示，今年精神券点火效益更较大，创造经济规模有希望超过1000亿，而且经济效益上紧，今年第4季就看得到。加码，不管地方或者是说通路上的加码，我觉得这个效果会比去年大。国发会讲1000亿嘛，应该可以，搞不好可以更大。这个效果应该会在第4季跟明年第1季发挥出来。国发会也公布8月景气对策信号继续到红灯，已经连续7个月到景气扩张的红灯，其中领先指标升悬，同时指标小可落。国发会表示，这反映疫情冲击影响已经灯号。灯号持续呈现红灯，背后的原因最主要是那个批发零售餐饮业这一条分数一次增加2分，零确诊的这个天数其实越来越多哈。其实店家的生意哈都慢慢的其实都变好了。国发会表示，疫情等候管制放令，再加上进行5倍券，有希望有关内需经济。若为3倍券的经验来看，乐观有果，今年 GDP 成长率有机会达到6%。记者综合报道。不管是数位版本，也是纸本，即马拢会当开始去注文、去登记、去办。毋过伫家己，有民众摕伊的健保卡去便利超商要登记5倍券，才发现讲伊的5倍券已经互别人占去啊！伊甲别人的白做伙啊！伊讲伊最近也无拍无证件，哪会安尼？经济部是表示讲，这将有可能是个人的资料泄露出去，已经向警方报案。摕到报案了的3连单，家己妻子王小姐正是警方口中头一个因为5倍券黄毛用盗领嚟报案的人。超商有用纸本的5倍券，拢爱插健保卡，并且确认手机的号码了后，加单据印出来才算完成。王小姐2日迄天摕到全家人的证件到超商有用纸本券时，发现家己的5倍券已经互所为白订，不过身份证、健保卡拢无放无。我是3个人要一起绑，怎么唯独我的是被数位绑定？我觉得不可思议。王小姐讲，规家3人只有伊个5倍券互绑定来配，伊也发现绑定来配只要身份证、手机号码加来配 money 的户头，无需要健保卡。伊问经济部讲是个人资料外泄时，更加互伊怀疑甲前男朋友有关系。经济部是跟我说是我的个资外泄，我有跟一位男朋友做同居啊，那我不知道说我的资料有没有遗留在他那边。被害人他有怀疑他的朋友，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深入追查。警方讲，王小姐怀疑向特定的对象偷摕个人资料，已经向这方面来侦办。模用者恐惊犯妨害电脑使用罪甲伪造文书，也呼吁民众莫凊彩点选来路不明的网站，以免互偷摕个人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嘅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7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198例。中国嘅病例有96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16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3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嘅国家伫英国超过770万例，法国嘛超过700万例。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是现场直播，对全世界放送伊家族第3档预防针情形。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确定去会着，若国务卿布林肯甲伊有密切接触过，目前布林肯采检是阴性的。Did you have any side effects with the second shot, Mr. President? No, I haven't any side effects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hot. 美国总统拜登自新冠疫苗第3剂加强针是辉瑞 BNT， 用现场直播向全世界播送。伊伫白宫抢有起来带头字，哪回答记者的问题。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咧讲，先买做第3针，甲疫苗留予更加需要的国家。拜登甲因的意见无同。We are helping, we're doing more than ever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combined. We're going to have well over 1,100,000,000 shot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going. We're going to do our part. We've also given a great deal of funding to COVAX, which is the vehicle that does this. 拜登讲有超过77%的美国成年人做过一剂预防针，大部分的美国人拢伫咧做正确的代志，但古有23%的人拢无做。而到这礼拜3，伊去芝加哥向企业界宣传做疫苗的重要。78岁拜登符合24美国疾管中心所发布的新的做预防针指南的资格。条件是65岁以上，或者是大长照机构的大民，抑个就是50到64岁高风险族群，拢应该做。拜登伊前2针是伫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做。另外，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正式确诊，伊伫推特讲，早期出现症状了，随去做体检是阳性，会隔离10天。普莱斯顶礼拜伫咧纽约办理联合国大会事务，甲国务卿布林肯有密切的接触。普莱斯确诊了，布林肯也去做体检是阴性。伊当阵的代表团的人，目前是也无人出现相关症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所以咱甲镜头来去德国。德国的国会大选选举结果即马已经出来啊！社会民主党得票率25.7%，赢过总理梅克尔带头的基民党。社会民主党即马嘛正做德国的第1大党，因为第1大党甲第2大党两边的得票率拢无够3成，所以因拢得找找其他的政党支持，想要做联合政府。开票结果，对方左派社民党总部出现欢喜的发声，庆祝得到25.7%最高得票率，是国会第1大党。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也是现任大联合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兹，伊讲要组成一个务实、自信、甲团结的新政府。Vie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hr Kreuz bei der SPD gemacht haben, weil sie wollen, dass es einen Wechsel in der Regierung gibt und auch weil sie wollen, dass der nächste Kanzler dieses Landes Olaf Scholz heißt. 现任总理梅克尔所属的中右派是创下历史上上差纪录，以24.1%的得票率差较无2%排第2。梅克尔党内接班人拉谢特坦白讲，成绩无真理想，不过也是希望会当争取足够领导后一届政府。两大连胜政党得票率拢较无3成，是德国政坛二战了后头一届看到的。媒体是分析，即马台面上有2个可能的总理人选，肖兹甲拉谢特，也甲2个关键少数党，也就是得票率14.8%的环保政党绿党，也有得票率11.5%亲向派的自由民主党。后梅克尔时期的政局也需要经过谈判甲合作。若是给右派另类选择党 AFD 得票率1成，虽然全国总得票下降，伫东部萨克森邦也甲图林根邦也是上大政党，表现上歹是极左派左翼党，连5%的政党得票都无法度保调。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军方透早时指出讲，北韩各向东海岸海峡发射一粒不明飞弹。日本是讲，真有可能是一粒弹道飞弹。来关心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伫6月份的时，才雄雄互抗议的民众扇嘴皮，
昨昏伊是去参观展览的时，佮互一个民众结鸡卵，这个查甫人嘛随风掠起来。来看美国 CNN 的新闻节目，是俄罗咱台湾的民主发展甲正成功，嘛讲咱台湾伫投票率、公共事务的参与，也佮防疫表现拢真好。台湾的好嘛，正做国际上的焦点。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桂，昨昏伫立法院用台语接询国防部长邱国正。陈碧桂坚持用台语，搁叫人来欢迎，也毋过邱国正讲无要接受，双方全一句来一句去。对国防有关法，国防部了解偌济？我跟委员先报告一下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母语就是国语。我嘛尊重大家无共语言的人。台湾基进党立委陈碧桂甲国防部长邱国正27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双方意见真无同，拢无退让。陈碧桂坚持用台语来接询，想要启用本会期头一摆试办的台语团译。不过邱国正无采纳，27国防部常务处长李宗浩斗相共翻译，两人拢真坚持。你有够阿爸啦！我没有阿爸。今仔日若法国人徛伫遮，你会叫伊莫传你，你会叫伊学中文吗？其实去年3月到10月，退伍会主委放细款备询时，就因为听无陈碧桂的台语质询，为着质询应该用什么款的语言，双方也讲甲真无爽快。为避免相关的情况，立法院对本会期依照国家语言发展法试办提供口译的机制，适用国家语言包含国语、闽南语、客语、手语16种原住民语言。不过，即阵间提供闽南语口译人员3位，客语2位，也无原住民语的口译人员。我们努力的说这个会期，我们先行试办一个会期看看，看看那个办的那个结果怎么样，还有那个效益如何。他听不懂的话，可以用这个来挂。所以部长有挂吗？不，他自己来判断呢、就是这个是提供的服务，我们不能够强制说谁哈，所以他可以自己派人上。立法院强调，推动口译的机制，即便立委有需求，就使来提出申请。只是委员会头一摆启用台语的团译，引发陈碧桂甲邱国正互相坚持，予主席赶紧来调解，才来收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做电梯的大公司永大机电，昨昏开董事会，决议要甲大股东日本的日立公司进行现金股份的转换。伫11月16要召开临时股东会，总共有通过，安尼股票就会落市。本公司董事会已于今日依法决议通过与日商日立公司进行股份转换案。本次股份转换案股份转换基准日定于日商日立公司取得经济部投审会许可后10个营业日内，日商日立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日商日立公司应就取得本公司每一普通股份给付现金对价新台币65.1元。日立公司即马拍算是以每一股以新台币65.1块，甲永大机电流通在外28.9派股票股权拢买起来。永大机电是表示讲，正式加入日立集团的成员了后，因要发展智慧电梯、高速电梯这技术，嘛会加强提升产品甲维修的服务。来关心国防部是宣布讲，对这个月开始要试办新版的军事训练营。入伍去做兵，完成5礼拜的训练了后，爱落部队进行11礼拜的实际演练，有机会抽到金马奖，也就是抽到去金门甲马祖做兵的机会。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安尼会当增加部队的经验，是一件好代志。军事训练役男制度有重大改变，国防部宣布，这个月开始要试用新版的军事训练役。因为即摆役男完成新兵训练了后，会留伫原来的新训练训练。即摆改做完成5礼拜入伍训练了后，役男爱落部队实施11礼拜的编制专长加实务工作训练。同时，就是外岛签有机会抽到金马奖去金门马祖做兵。国防部佫讲，1806年捌验证役男落部队的成果，确实是有效果，达到训检结合。跟部队做一个实务的一个经历嘛，最起码比训完以后，他就回家会获得某一方面的注意的。那连同外岛也一样。邱国正表示，包含战斗、勤务、新训部队，未来拢会平均分配役男，等于是当年有35000个役男分发到部队，伫部队点11礼拜。
也毋过，若做大学一男利用寒暑假分2阶段做兵，是毋是毋免落部队加抽外岛签的？区国正是讲已经有相关考量，有可能安排落部队。那为什么明年度开始又多了一个下部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训而未用，这个训是没有效果的。我在军中这个历练，我也很清楚。前面2个月好，我们不动它，可后面第2个2个月又未尝不可放到部队去。这个政策难免有点草率到没有涵盖到所有的层面。那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巡航舰27梦号27透早由北向南通过大海。区国前正是国军有掌握，暗过未干涉。中共军机27个出现在咱西南空域，敢若9月份就103架次。我们如果有舰载的防空飞弹在那附近海域的话，对它的压迫性会比较大嘛？既然要作战的话，一定是全盘来考量的。若是中共军机一直真接扰乱台湾，是毋是有军事特殊意义？区国正是讲，这甲中共军机年度训练气候拢有牵连，国军会尽力维护咱西南空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铁宜兰站要起伫倒，引起中央甲地方的争议。交通部长王国材昨昏是表示讲，伫顶礼拜六有专工去宜兰甲乡亲参详，而且甲好歹拢已经向乡亲报告过啊。希望未来会当找出共识。不过伊嘛强调讲，目前也未定案。交通部顶礼拜六到宜兰办高铁延伸宜兰设站说明会，不过司法团讲，这场会议中，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宜兰县长林志标虽然名义上是共同主持，不过林志标根本就无摕到完整的会议资料。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到立法院报告轨道建设的时阵，就被宜兰的在地立委质疑，交通决策的过程无够透明，不让想到阴谋论。宜兰这个站主问题，现在目前呈现的是什么？是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以后，将会引起政治风暴。在我们处理程序如果太过粗糙，政治凌驾专业，在我们各种阴谋论、各种幻化之后呢，所有的箭不是射在我身上，就射在你交通部的身上。现在这个未来面临的课题，现在不拿出来谈，未来就变成在局里面。所以部长是认为那天有成效吗？我觉得也听到多样的声音。王国材证实，交通部进前提出4城站的困难度较细，相比较宜兰站伫咧工程上会拄到正大的困难，沿线也要停69栋厝，所以这边到宜兰向在地清楚的说明各站的优缺点。也甲意见早登记交通部无有设立场。如果大家可以面对像这样一个9层楼的庞大占地在宜兰，或是大家可以面临大概69栋是沿线，另外车站大概有40几栋的拆迁哈。那这个课题我是希望说抛出来让乡亲了解，也是我们后续在决定站址的一个参考。对是毋是一个会到在地沟通？交通部表示，若是在地有需要，会当再办说明会，希望慢慢形成共识了，做出最后的决定。目前是也无有设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这个刚刚伫平湖，真侪民众出现皮肤痒、起荨膜、起条疤这款症头，一讲去医生看的人就有100多人。医生是表示讲，这看起来应该是接触性的皮肤炎，感染源是透过空气咧传，也毋过感染源也咧找。好，谢谢。皮肤科诊所拢伫排队，有真侪民众要来挂号看诊，因为真侪人拢出现这个症状。很痒吗？很痒。啊，毋过规大片敢若鬼啊，实在是真像。用各种方法也是无度指上，赶紧来看医生，要人胸坎甲手骨这所在拢出现相款的情形。有民众烦恼讲，是毋是注射疫苗了后的副作用？你什么时候打 BNT 疫苗的？礼拜4，第一天就没什么。后面就慢慢延伸就更多。对吧？会很痒吗？很痒。遮侪人来看皮肤科，拄发生在27。平湖民众拄好这几天，身躯拢敢若亲像肥仔同款，一直发出来，真像病人、老的、少年的拢有，保守估计至少300人。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部分的医师也无轻易来下定论，初步研判是接触性皮肤炎。应该不是互相传染，应该是大家共同去接触到这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真的是，你说禽螨也有可能，毛毛虫这都有可能。但问题是这么多人有，可能就不是单一个原因。我们所有医师跟我们谈的都没有提到疫苗这件事，对，
就是判定起来它并不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是一种接触性的皮肤炎。伊最近东北季风真强，卫生局表示有可能是花粉，也是一寡网虫经由空气去接触到民众，引发过敏的现象。不过有感染原因不明，尽管初判不是传染病，不过更加相关单位要来调查真正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对中国来的中国毛蟹数量有较少，除说咱台湾本土饲的毛蟹价格就大起，业者是烦恼会掉贼头，是增加监视器，嘛拜托警方加巡逻。警察甲巡逻车开入去养殖场，一摆要保护的对象是一只一只的毛蟹。今天我们特别来这边参观一下，对。毋若加设巡逻箱，警察也增加巡逻，互养殖场边仔会当提悬警戒。啊，若渔民家己也是加强戒备，毋若加装几若台监视器，随时会当伫线顶监控。暗时该困伫猪仔边的货柜厝，就是烦恼家己的心火会互贼仔偷摕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围嘛，他就说我抓虾，明明水沟都没水还抓虾，对啊，很明显来偷窃的，偷窃的啦。渔民讲苗栗的毛蟹预计10月会上市，因为价销起袂少，这2个月拢爱设置着贼头。前几个月欠水，佮因为气候影响，养殖的成本增加，佮因为疫情的关系，走私含中国进口的数量比往年减真侪，地区价销也变较悬。它本身都要通过这些的这个药物的一个检验，都是 ND 都没有检出的，所以我们在上市前都要检，而且我们有黄尾的标章的这个蟹款，我们在大概要上市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来警方这边会来跟我们的这个蟹农户来做一个巡逻。苗栗县府表示，当年大约是饲18万只的毛蟹仔，收成大概有3成到4成，今年的毛蟹是3两到4两占上济。价销大约是400块左右，5两以上是更加抢市。即马除了推出认证，拍出家己的品牌，消费者嘛会当为检草白毛蟹的特色，判断产地敢是苗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补风。台中补风的5福地区主要是种芳瓜，若当地有一个农民为着要种芒仔瓜，专工起一座温室，严格控制水分，也个肥料。即马种出来的芒仔瓜收成毋若纹路真水，食起来个绵绵甜甜，好这农民嘛是愈种愈有信心。农民真认真咧巡过真园，详细检查每一丛作物，这一粒一粒的梅拢是农民廖淑如的心血。伊已经种芳瓜真侪冬啊，过去一直想要种梅拢，毋过惊失败，煞一直毋敢试。这回伫农会辅导之下，起一间温室，顺利改种梅拢。之前就很想尝试这个哈密瓜，可是没有搭这个温室，我就不敢种，因为种了没有收，我们农民的损失很大。再种在我们外面的哈密瓜，水分多啊，那个纹路又不好看。真侪人拢介意梅拢的好滋味，不过要种出好食的梅拢实在无简单，就要真细致控制水分、肥料的多少。规丛叶啊，唔但爱大，佮爱青，梅拢的纹路才会水，嘛才会甜。采收之前，让它镁被回流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瓜，才会变得更甜、更好吃。哈密瓜的旁边这2个叶一定要变黄。来采，才熟度才有8分熟。梅拢一破开，果子肉厚，色水佮巴甜，食起来绵绵佮香甜。原来毋但照顾爱细致，采收要侪美角爱注意。头一回种梅拢就有一款好成绩，农民实在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若高雄的爱河伫市区这段，这几天水拢变色，范围阁有几若公里长，后民众是烦恼怀疑讲敢是受污染。环保局到现场去采检，即马发现讲水内底是有真侪水草咧生炭，这变色是自然的现象，市民毋免烦恼。徛伫爱河之心桥顶对下骹看落去，规个水面变甲赤赤，哪亲像天线。定定来爱河岸边骑车散步的民众拢有发现。正常有当时啊，那会敢若像较蓝色，有当时啊像较土色，是有感觉奇怪的，毋过人有咧清呢。水就看起来脏脏的，你在这边运动的人看到水脏脏的、有污染的感觉，你当然不舒服。其实爱河的水变色已经有4天，范围对龙华桥到元景桥这段超过2公里，敢是河水污染？环保局人员顺早嘛有发现，现场检测水质，发现游泳量甲酸碱度拢真悬，
用显微镜观察，原来水中有一个叫稳藻的藻类石炭，水才会变色，甲进前的天气有关系。上游的部分呢，由于最近间歇性的一个大雨呢，所造成的非点状的营养盐的部分的排入，还有以及高雄市的日照强烈，以及还有爱河部分的河段的水流呢是比较缓慢。环保局表示，水中藻类石炭致使爱河变色，伫季节高温时定定会出现，去年嘛有是自然现象，而且爱河的水质逐年拢有咧改善。记者陈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婚林。婚林推广布袋戏文化已经连续19档举办婚林国际舞戏节。受疫情影响，今年是头一届改做山顶展览，也有现场的活动。马县长希望民众会当配合防疫政策，分流也是用山顶参观。今日婚林服务的布袋戏馆，对10月7日开始来到这，就当看到由台南现空法师所提供的几落百尊传统的翁仔，佮有经典的代表角色苏燕文、苏焕珍等等。另外，佮有个外无共造型的国际戏翁仔来展出。这些布袋戏偶呢，非常的吸引人哦，而且呢，可以说是呢，可以有历史背景的哈。那这当中呢，生旦净末丑每一个偶呢，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也特别有珍藏的这个意义。婚林国际翁仔戏节今年办第19届，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头一遍是用网络甲实体活动做伙办理。不过其中青年金奖奖等等的比赛会照时间举办，希望传承布袋戏的技艺。因为这些艺师年纪比较大，他的经验比较多，演出来的呢是比较刚刚讲的纯熟。那现在小朋友在演，他就很纯真。所以有时候你在看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这样的一个衔接你会觉得说应该是要为我们这个布袋戏文化更加努力的付出线上的部分会有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口白的竞演，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影展，这个也是第一次希望把就是所有跟国内国外跟这个就是偶戏相关的这个影片在线上让大家在可以去就是欣赏这样子。文管处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国内大型活动拢停办，无就是改做网络举办。但是今年的婚林国际翁仔戏节，保留实体金奖奖，佮有颁奖典礼等等的活动，参与的人数有限制，网络甲实体拢有活动，希望会当伫疫情的影响之下，顺利互剧团有演出的空间甲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婚林岛南有一间30多年，已经开30多年茶雕的艺品店，店内有真侪工艺品。因为头家有货所以第2代决定要接落来换。也毋过要甲传统技艺传承落去，嘛是爱靠少年人的创意，才互传统工艺会当有更较侪新的出路。一支长度形的茶放伫咧机械顶面磨，透过各种工具来雕刻。一支真有路的文创笔就做好啊！这是婚林岛南一间经营30多档的艺品店，因为店内工艺品品质好，形体特殊，伫咧地方已经真出名。即卖甚至阁有外县市的人客来落订单。看伊遮的作品吼，算讲咱有教。即摆形体伊即摆伊做了拢袂歹。特色就是形体甲人无共款，比人较济。吼，佮第2点就是讲我做的物件比人较精致，互人会甲咱认同是讲，我做的物件伫外口，那看我这个物件就知影年轻起来啊。传统的产业人人欣赏，不过要久长经营落去，总是会拄到传承的问题。工艺品的第2代食正英，自细汉就看爸爸逐工注心伫咧刻茶的工艺，而且唔甘爸爸研究一世人的技术集团，决定要回来接手。不想让爸爸就是那么辛苦，然后为了这个技术而失传，广告设计、文创东西结合在现代的生活化。对，然后就是同时的话，现代人喜欢摆在办公桌上可以聚财，然后小朋友就是带回家的话，就是可以让他肩膀提名，学业进步。两代人要交接，做法甲观念难免会有冲突，不过嘛是因为传统甲少年世代的交流，会当把创新的手法用传统的手路表现出来。互茶雕作品有新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镜头来嘉义市政府即马是甲民间团体合作，伫宗仁医院内底设嘉义市头一个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
提供老人会当去遐上课、互相交流的所在，嘛，互学校内底在学长照科系学生囡仔有一个会使正讲去陪伴时代的实习空间。配合老师的指导，上课的校园做伙纯正身躯做瑜伽，这个校园拢是60岁以上的时代，而且因上课的动作拢有请物理治疗师来设计，要来加强因的筋肉。透过他的肌耐力提升以后。我可以告诉各位，他的心情状况就会变好，而且他能够做的事就变多，他就不会有过去那一种，我老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办法做的感觉，反而他会变得很有活力，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啊、肌力量。这间伫学校内底新成立的长照据点，这个月22才正式启用。来这时段唔但有学校资源的课程通学习，长照相关科系的学生嘛会当培养服务的经验。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跳脱刻板印象。那其实年轻人搭近长辈的距离，我们也对这个行业也不会说太过于排斥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轻盈共造的部分。你若伫咱家滑倒，还是心肝病痛，拢无人知影，来到这骗一个人咧照顾，然后食饭啊，食到足营养的，这是真正是老人福音。虽然这启用无几工，但是逐工拢有时段要来上课。主任表示，接下来规划高龄瑜伽推广甲认证，希望培养更较侪老师，互包围据点的时段，嘛会当来上同款的课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长期关心西藏记第一画家董正荣，伊甲西藏的佛画结合争取人权的概念，传达西藏人无放弃争取自由的精神。即马当在台北的册店展览。你不能只是单纯就是画这些图腾，你一定要去阅读佛经，然后去理解它的来源。人像内底除了为西藏自由奋斗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阁有青年运动者，甲象征西藏希望的儿童，拢总16百，拢是艺术家董正荣的画作。很多人就是只是我只是想要学藏文，我只是想要学习就是藏传佛教。但是因为这样，他们都是被关入狱。一个个人的故事角度会知道藏人的目标，所以今天画的这些人，是真的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未来国家、未来宗教。董正荣用鉛筆描繪人物結合藏传佛教的佛像，畫出這個西藏人士雖然遭受中國迫害、流亡在外，有關世界體人權、文化議題等等出聲，甚至犧牲性命。即馬當咧台北左轉有主來展出。西藏台灣人權連鎖表示，展覽選伫9月27這天，主要是紀念1989年這日發生的西藏第2屆抗暴日，透過畫作表達西藏人無放棄追求自由人權的精神。記者鄭雅文調隨台北報道。那中國最近嘛加強咧推動愛國嘅思想，佮把習近平嘅思想放入去學校嘅課本內底，互細漢囡仔從3年就要開始教囡仔愛共產黨、愛中國。有家長是批評講，政治是無應該去捌教育。新的學期開學，學生轉去學校。因我今年拄好是創黨100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加強銳選，自教育下手做重大變革。課本的方面，正大字寫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內容濃縮習近平的思想，即馬已經列做中小學必修教材。更加在習近平的相片，灌輸囡仔愛黨愛國的思想。我覺得他這個也能幫助他們了解一下中國國情吧，因為現在目前來說，中國現在的這個主要的領導人，然後他的思想是什麼，就代表了中國要走的道路嘛，然後他的未來的一個社會的這個趨勢。小學3年、5年，高中2年加高中1年學生，每禮拜攏愛上識思想。官方也要求一定愛每一個人攏一本。互人批評是教育退步，有家長講教育應該是中立的，無應該被政治化。有分析講，這是中國要企圖西方的思想，加強大統一的思想。課本內面也講，要用統一來解決台灣的問題。我們學校是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陣地。作為一名原戰教師，我在傳授文化知識的同時，更要注重培養學生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中共是用各種方法來打壓無同的意見。自過去成功的在教育營，就能看出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態度。
怎么拍什么培育新的师资，灌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我们临沧有彝族、佤族、傣族、拉祜族等10几个少数民族。下一步，我们要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讲好新时代各族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团结故事。为了中国梦，习近平把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拢融合成这单一的民族。除了扩大普通话的使用，利用全国统一教材取代当地教材措施，将无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拢提掉。严格上尾恐惊被牺牲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甲认同。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辑。关心环境，中国即摆停收外国的废弃物了后，冻点了后，即摆欧洲一寡国家是将大量的粪扫拢转送去波兰，即摆互波兰成做欧洲的粪扫场。根据统计，波兰当年对德国、法国这些国家进口几10吨的废弃物，若塑胶、纸这些粪扫拢直接无处理，直接烧掉，这嘛引起污染环境的危机。规大片黑色的火熏氅甲真悬，这拢是受废弃物所产生的有毒气体。过去几年，波兰真侪届发生粪扫场盗火事件。这甲非法进口欧洲国家的回收物有关。中国2017年宣布减少进口粪扫了后，波兰煞接到这个欧洲粪扫场的位。当年为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这国家进口几60万吨的废弃物，这甲政府无法度处理，宣布停止发放进口废弃物的许可证。不过粪扫也是不断透过非法的管道输入波兰。W tym roku skontrolowaliśmy już 165 ton. Nie wjechało do Polski odpadów nielegalnych. 165 ton. 欧洲国家选择把粪扫送来波兰，是因为处理费俗一半。波兰业者接收废弃物是因为有利润，应用别个项目，像讲电子产品回收来申请执照，则偷偷进口其他国家的塑胶还是纸类粪扫。因个完全拢无做回收处理，等于是做一个稳赚未了的生意。Ja to prowadzę 11 lat, mam wszystkie zezwolenia i nie macie nawet dyskusji tu robić show sobie. Bo ja płacę podatki, ja mam legalnie. Dziękuję bardzo. Jak oni robią składowisko śmieci, robią to kajsą maszyny, bo ja robiłem na bloku. 唔回收，业者阁直接伫互外收。2020年，波兰全国将近2000个非法粪扫场，发生超过上100件火灾。政府虽然组成专案小组伫追查，不过也是无法度预防。目前考虑加重刑罚来阻止非法进口粪扫。不过环保团体是讲，安尼做治标无治本，应该彻底禁止进口粪扫，设立有够的回收场，互民众伫厝内养成分类的习惯。安尼才有法度互波兰脱离欧洲粪扫场的处境。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嘉义以南各地山区过昼了后，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今仔日的温度嘛较悬，若拜五开始，东半部水汽会增加，所以佫会开始落地接雨。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7度。外岛是25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